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外交部长赛义德·阿卜杜拉、国际贸易部长达雷亚尔·雷金和商人陪同马哈蒂尔前往北京首都机场。根据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马来西亚领导人将参加今天在北京举行的第2代核道路论坛。马哈蒂尔去年当选总理以后，暂停此前政府与中国公司签署的东岸铁路项目，并且批评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防弹装甲列车周三抵达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计划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周四举行会晤。金正恩接受罗西亚24频道采访时表示，在与普京总统的会晤中，我们将讨论朝鲜半岛的问题和双边关系。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一次访问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参加的合作制盾2019军事演习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基扎克州举行的开幕式上，乌兹别克斯坦副参谋长叙克拉提伊克拉摩夫用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致辞。他说，很高兴在突厥人的故土上接待土耳其士兵，并表示这次联合演习是3国军事合作发展的一个象征。关于埃及的签法修正案，欧盟呼吁埃及坚持法治，此案将进一步巩固现任总统塞西的权利，同时让他有望持续执政至2030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提醒埃及在法治、司法独立、集会和言论自由方面的国际和区域承诺，我们期望埃及遵守这些承诺。土耳其因坚持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屡遭华盛顿警告。美国更是宣布暂停向土耳其交付 F-35战机。俄罗斯国防工业总裁亚历山大·米切耶夫说，如果土耳其方面讨论购买 F-35，我们准备就提供俄罗斯战斗机进行谈判。